香港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，火勢仍然持續，至今造成44人死亡，8棟大廈住戶以及周邊屋苑居民受火勢影響，需要喺附近嘅社區設施暫住。由陳永輝喺香港報導。香港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，燒到星期四早上，仍然見到大廈外牆冒出大量濃煙，傳出燒燶氣味。零星單位內仍然見到火光。到咗早上，撲救工作仍然係持續，可以見到消防員架起雲梯向火場灑水降溫。受影響居民朝早仍然逗留喺屋苑附近嘅社區設施。我女兒他們在外面旅遊，在那個韓國，他打電話回來，他說媽，你快點下去看下面不是還在起火了嗎？他說，我就趕快，什麼就沒拿，就拿了一個鑰匙，拿了一個電話就跑出來了，就沒回去了。也沒有聽到火警鐘響。沒有。香港大埔民政事務處開放多個庇護中心俾受影響居民暫住。凌晨時分，不斷有街坊居民、義工同埋社區關愛隊成員為居民送上水同埋棉被等等嘅物資。有宏福苑居民話係放工返到嚟先知道火警。我仔放咗工，但係而家佢個人係聯絡到嘅。聯絡到你個有，我自己老人家嗰個細仔一齊住。我而家去返工啦，哥哥。我4點收工，3點搭車嚟，你見到間屋。嗰啲火燒晒。而喺宏福苑旁邊嘅廣福村，雖然未受火災影響，但當局擔心火勢會蔓延過去，住戶需要疏散。佢有前2棟着火，我以為佢哋差唔多死咗，點知第3棟、第4棟跟住對住我哋呢棟，到我哋落嚟呢，就係對面嗰啲就係有做到最犀利嘅，就係最呢邊啦，就蔓延到呢邊。有衫有被有襪有鞋，乜都有，翻唔到屋企啊！聽朝都唔知翻唔翻到啊！有咩打算啊？而家唔係喺度住先咯，冇咩打算噶啦！依家我哋啲香港警方喺星期3晏晝近3點接報，大埔宏福苑外牆棚架起火，波及多棟大廈。至到晚上6點幾，火警升為5級。宏福苑一共有8棟大廈，據了解，屋苑正係開展大維修，包括係外牆批盪噴漿等等，所有大廈都搭有棚架同埋蓋上棚網。澳廣視記者陳永輝喺香港報導。